今年施行新制房屋税，台东的二家国小的私人台煞收到房屋税税单，要656块。学校讲这是头一届收到，感觉真奇怪。若税务局表示，只要证明有符合房屋税条例第15条规定项目的其中一项，就会协助办理免税或者是减税。台东县税务局最近真无闲，真侪人要变更厝改做自用，因为今年房屋税新制度实施，非自用的厝纳的税比以前较侪。不过今年也发生，之前拢无收过税单的学校，也收到房屋税税单。台东县二家国小的私人台就收到一张556块的税单，这个学校甲民众拢感觉修改了的税制真奇怪。房屋税的不知税多少，叫房屋税。第一号这个是属于司令台。那我们也有跟这是税务局反映，他们也觉得是电脑勾稽出来的，然后就请我们不要缴。税务局讲，因为是自全国规划资料内面电脑清查出来，有登记正这厝的才会送税单。最近有上百个机关学校拢收到税单了来问，不过只要人证明已经拆掉，或者是非房屋使用，拢会当改。我们进一步了解以后，其实这个大部分很多其实房子已经不存在，只是没有来跟我们申请拆除注销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主动去协助看是否还能适用免税，然后进一步帮他们做一个免税的动作。税务局讲，新制度房屋税只要家己住的厝，价值伫咧10万块以内，而且全国总共有这种厝3户以内就免纳税。不过若超过10万块，就要按照各县市所定的差别级距纳税。但是法人甲机关无适用这个规定，不过法人机关的厝若是符合房屋税条例第15条的规定项目其中之一，就当免税或者是减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